講到 well-being 嘅時候，被看見好重要係嘛？即係被看見個需要。咁究竟我哋作為一個校長或者一個專業團隊，我哋能唔能夠一齊去發現同事嘅需要咧？咁當時我第一年上任嘅時候，我就做咗啲嘢嘅，就係、第一食飯好重要㗎嘛，咁就整靚個教研休息室啦，係啦，咁一日翻工都好長時間咁後期就整好個教研室啦，係啦，令到同事可以喺工作上邊有一種嘅滿足或者有一種舒適度啦，咁呢個係被看見。當我哋去講到老師嘅 well-being 嘅時候，有啲乜嘢會影響我哋嘅 well-being 咧？咁學校就呢個層面啦，係嘛？工作量一定啦，係咪？有冇同事話工作量少嘅同你講？應該唔會啦，係啦。咁同事關係啦，係咪？師生關係啦，工作期望同能力落差啦，呢啲一樣。但係我覺得咧，近年發現好多左手邊嘅嘢，即係個人嘅思維嘅習慣啦，即係後生同我哋一輩真係好唔同。生活習慣啊，生活態度啊，健康啊，人生階段轉變，家庭啊等等，呢啲嘅挑戰其實就係好大嘅，但係挑戰係大家預計唔到嘛，好多係咪？人生階段轉變嘅嘢，所以我哋可能係要左手邊做一啲嘢，就係喺生理、心理、人際上邊，我哋會唔會多啲資源去 support 到我哋未來？無論喺工作上、家庭上種種嘅挑戰。過去23年我哋講 Seven Well 啦，大家睇下底就見到，有啲係個人習慣嘅，有啲係團體嘅習慣。